嘎嘎有好事。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你好。哦。我俩当模汉。哦，水。你。等，你弟吼脑袋没做我们的草，我俩当模汉。哇！今日冇事情在脑袋啦。因为吼我安不呀有银行喎，你有看到冇？我养个山啊。哦，安睇个。係啊。我拢讲抢银行，有一句话讲，无鹅不成宴。后面接什么知道吗？什么？我的老天鹅啊！好啦，就想讲银行来，我又唔爱到，我就想讲，干起啦，反正都会弄下你的喂，然后大不了多一声就我的老天鹅啊！所以想讲魔法图做得读到安好，係啊，係冇？係啊，唔是，挺麻煩的。真係㗎？我老你講，有辦法咯？要，我搶。都係攞到。我唔會啊，我咪唔會當我，我讓你搶一位當位去我嘅男人。冇事嘅，冇事我。爸婆。你要跳舞。我不要再叫我跳舞了，我现在很紧张。你他个乱啊，等下唔定用干啥？我总不能叫人家说，欢迎光临，来是手扒鹅吧？也不对啊，系啊。我等下看到佢安利回先，你要说你刚刚那个关键词哦。我的老天鹅啊！是啊，真的。拜托。请我嘅听音庄水杰。欢迎张师傅，哎呦，做工嘛，杰哥好。杰哥好。哦，做工啊，做工啊，就唔是按麻烦咧帮忙来啊。好冇？老人老多呀，唔係，老人俺不要，然後愛兩個堅種咯，唔點樣解釋？你看我磨刀磨得也沒有很好，那相公不如現在就馬上來幫我好了，磨啊，等下磨乾磨曬。好啊，這樣幹，真的呀，說來就來，這是功夫嗎？熟了就是功夫。但我還是很想聽你說一句，我的老天鵝啊，我的老天鵝啊。我知道你講起來還有感情，係唔係你篤動我誒？老記有感情，做朋友做同叫嚟。我的老天鵝啊！你讓張師傅來肢解你，太開心了。好，來，開始哈。好。我攏準備一下啲整餅做得啦哈。做得。好。好。一般來講哈。按呢濕兩鵝老一般濕嘅鴨一天冇共用。冇共用，係。一般來講，你吃到的成鵝就是做在上晝來食吼，按呢濕，要幾久嘅時間？90到100天。哇，簡單呢，像2隻鵝差唔多幾多年？差不多100年啦。100哦，90前後上嘅兩年。哦。真會熟啊！真會熟，佢按嚟濕，差唔多要濕幾久？45分鐘啦，一般差不多45分鐘。好啊，太細隻。好來搞，順勢搞捱啦。冇按多錢，大擺搶嘅。好，好來。開始啦嚇。好，弄多幾盒有共用冇？冇共用喎。好，一條嚇先。養緊了先剁斷嚇。養緊嚇。你熟了，當然隨時等待要吃啊。一腳嚇放下來。我腳放下來。熟咧嚇，你一見斷咧嚇，是較好白。冇熟嘅咧唔好白，見唔會斷見。按你開始哈。開始哈。那我就可以先把。但是榴蓮。老天鵝啊。胸朝外了哈，好，背朝內，胸朝外，背朝內哈，沿着背，它这个龙骨哈，龙骨哈，刀拿正，下來，哇，東江咧邊有一隻陽金咧，一隻鎖骨哈，凹槽咧邊哈，剁斷佢哈，下來，哇。哦，你翻殺留起來，等它，是吧？那我也做一隻料理，好，有要拍照的意思嗎？你是盾牌嗎？我可以代言。
代言什么鹅妆之类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不过你要先跟他成为朋友啊。哦，可以。对。而且我刚放下去，我还拍他2下。啊，過來你一睇住它，嘿，下來哈，一成下啦，下來，一半2瓣哈，嘿，好，成一般。嘿，挑錢啊，香盤肉，哦，撈嚟，雞髀，係，咩雞髀哦，鵝髀，鵝髀，係，一胸肉哈，撈背肉先分開哈，那龍骨剁掉，去骨哈。去骨，好厲害哦！我來了哈，香肉了骨頭哈，放啲，等下骨頭撈煮啲，等下好食啦。唔會卡，好嘅骨頭，好成標呢。哈，不然我們就開始就切了哈。好。哇，聽這節奏。從跳舞，真嘅，有彈過一句話冇？乜解？庖丁解牛。哇！對。彈個骨頭撈，抖會上，很有節奏。古有庖丁解牛，今有士傑解鵝。哎呀，我的老天鵝啊，是不是很棒？很棒。這個胸肉哈，用紅肉哈切。一下泡掉，冇按盤，泡嘅哈，泡嘅好食。我嘅香盤肉啊，香肉也係要撩下肉下質先嘛嗬，所以食起來係會降啲香皂嘅法，我用拌來嘅。香皂係啊，等下剁好嗬，要。為當袂人到個鵝油，鵝油湯，你煮好個鵝油湯嗬，後冷送去嗬，食起來就合適啦，唔會食誒。胸脯嘅，係咧胸脯，等下咧後咧是臂嘅所在，臂嘅部分哈。哇，師傅，俺來打個商量好冇？俺不要啊，我研學起來吼，你出去講，俺沒有到好嗎？很排斥佢講，哲偉怎麼可能剁成這樣？一定是師傅啊！不會啦。哎呀，謝謝你哈。安尼算半隻刀好誒，安尼排列排好誒，安尼是順下來做加安尼剃刀出來嘛吼。而係要溫醬哦。好，跟嚟種準備一下，嚟做醬係嘛？好了，好棒哦！馬上就有第一道菜，我這樣是不是心機很重？我就說做好以後，等下醬也做好了，我晚上也不用剁，也不用煮醬，你就負責跳天鵝湖就可以。哎呦，好，師傅唔愛整標嘛？唔是咧，唔是咧哈，好，那麼該切隻來做醬。這樣，冇，你睇鐵連茶好。本鵝肉、本紅肉一定紅熱嗬。係啊，鐵連茶一天愛嘅嗬，跟係有問題哦。像你啲濕雞啦、濕鴨嘅嗬，譬如講濕好嘅，一天要滷鹽。係。好，跟鵝肉愛冇？愛。跟像攞杯你特別適到，譬如講鹹水雞啦，你還有時呢鹹水鴨，我冇看人做鹹水鵝。鹹水鵝。係啊，他冇嗬。可能係較貴啊。對，真嘅。好，比安尼冰冷。係生冰冷。係生冰冷。係。好，你做啥來做乜嘅？係大量調絲漿。哦，調絲漿，跟人愛用乜嘅？塑膠。哦，用塑膠落嘅哦。酸沙搞太假啦。係，酸沙搞太假嚇，係。因為唔調絲啦。唔調絲。
自家做的迄嘛？也唔係，中下喺上海全部黃條絲當好用啊！嗯，好，黃條絲，有挑夫魚啊，挑夫魚，甜酒豆腐乳啦，要鮮糯糯嚇，鮮糯糯啊！一杯鮮糯，但係下去是唔是咁膠？必做俾燒嘅，好，結做俾點放嘛？好啦，點放？搖嘛？唔是哈，必燒就錯嘅啦。有山嘞，水，水，好啦。水唔是跳到哈，先不用洗的時候咧，先吃的不用，就是不用，嘿，看後背很愛毛，不用燙哈。好，你要先不用燙，一般來講不用燙有降色的作用哦，哈，然後再加上中和一下它的甜味嘛，對，冰糖就是中和它的鹹味，鹹味，因為黃條絲它鹹，嘿哈哈，呀蜜酒哈，蜜酒哦，好。差不多溶嘞啦哈，嘿，用的哈。好，弄加你說嘅嗰個糯糕嘅挑絲醬，哈，到挑夫魚，挑夫魚，見到，好，見得口，好，來煎烤啦。那不會散了哈，那必散，必軟哈。不會軟，哦，原來你大擺見到擺迄些牛肉，阮的醬安尼做的哈。因為以前中下是黃條絲的，就是跳行嘞，嘿，用糖來調和一下哈。好。一必燒，試一下，好，試一下，等下那本時呢，來，做得嘛，做得，好，來，好，我做得了哈，好，安尼做得了哈，安尼醬咩好嘅哈，當擺咩油切鹹菜，還有薑嘛，砂鍋來是該牛油哦，來，葱這樣子的，啲牛油出去煮牛嘅，炒上油湯，皮湯出炒嘅，皮湯，有過濾過嘛？有過濾過，晶瑩剔透，好來，鵝油清好呢。我哋做啲做牛油飯，要做啲炒飯，做啲煮麵。你睇底杯啲嗬，我要調到嘅人咧。哦，有鹹嘅，入米絲咧。冇薑葱，冇薑鹹哈。哇，好漂亮哦！這個插上一個紋路，好漂亮哦。哇，凍醬。哇！其實你睇我部要買嘅貴個嘅牛油，本地專門煮菜用。係，不過真嘅冇便宜。它保存期限也比較短。你啱啲嘅用鵝嘛？係啊。有咩口味啊？哦。即刻。今日川香有賣冇？買乜噶？要啊。冇啦。那都炒菜。嚇！好生氣哦！嚇！呢個眼下白兩眼那半嘢。真嘅哦。真嘅啊。嘅那半係直接。呢半嘢。來，對咧，龍太家講，你主廚搶太家什麼嘅？太濃味招牌鵝肉。來。太好吃了，師傅，剛講，師傅，太好吃了，
湿味不好吃。不是师傅，不是师傅。个人读出由衷的佩服。我看讲，用拌做在起头安酱，日本爱吃个豆盖盖啦，哎，豆面面。来，我爸爸就放弃了，重新买一只。他说：“那浓音白熏哦，点音的。”哎呀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怎么这样子呢？哎，哇，很好吃喽！哇，你这么内行哦。啊，要吃那个，怎么样？你要封我为吃货？谢谢。我的老天鹅啊！怎么在讲我的台词？太好吃了！师傅，王导，师傅，太好吃了。湿味不好吃。不是师傅，不是师傅啊。湘西吼，我是咧用豆盖啦，啊不，其实我冇嘛介是干食皮，嘿，因为酱油，我个咧牛皮食下去，就觉得胶原蛋白胶质。师傅我讲，冲来家，是阿姨熬到骨头。有的人啊，譬如说我要约会，我又很想要吃鹅肉，结果我在那边剔也不好看。有这种牛肉料理，嘿，尽量冇骨头的嘛。去骨是都对啦。去骨，对啊，去骨。然后还有别的做法吗？像该凉拌鹅肉啊，哎呀。哦，我爱想我是看，很适合。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就难吃。没啦，应该说女孩子都一样，想优雅一点。想优雅，因为你知道口红啊、指甲这样抹宽。来做凉拌吗？凉拌。下一道做什么？招牌凉拌鹅肉。哎呦，招牌，听到招牌就不得了了，看一下。招牌凉拌鹅肉两爱点解咯？哦，凉拌什么呢？而是两解。对啊，那香港刚刚招牌我都点了，招牌就点了，准备带回家了哈。凉拌，哦，凉拌龙，Andy，这样子直接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创新啊。哦，创新。然后再比较适合夏天啊。好，人家班长我豆上作的太假色的，你还有班长共用一刀，好来。凉拌鹅肉然后骨头全部骨头还要起铁共用了先排骨先下来好。要去肢解一下去骨就真正的功夫嘞。先共用对半片开来，全部片开来，全部对半片开来。这下是捞骨头拆的嘿。有油来的，油下来的哈。来的好了，你下做做得来做。煎啊，有鹅肉，做得炒菜哈，煸煸做得炒菜，嘿，煸啊。好，共用骨头你留摕起来哈。一般来讲，师傅像你老辈喺讲，你爱做泰骨汤，大部分用鸡骨啦，也係講豬骨啦，你個骨頭做得做湯冇，雖然講較貴。做得啦，没做的嘛，香米它冇香香草嘛。鹅的香气冇香香。鹅的香气我觉得比较尊贵，应该要这样讲。就一个譬如讲，你生鹅汤的时间，加一点姜丝，它那个喝起来是非常的细，细致。好，龙你是给汤，也係講鴨湯冇香香，不一样的细致啊，应该说每一个都很细致。因為呢個肉真緊下甜，所以啊，從特別嗌呢個下係呢條雞片係食盤嘅些，冇食睇嘅哦，你大轉魚啊，拿來煮米線麼？仲好食，嚇嗌阿婆攪盤，我很吃到鵝肉湯，鵝肉湯厲害，馬家人啲冇，它其實還蠻耐煮的耶。
唔係講外糖啊，有啲人講哦，雞糖肉煮叫會食，鴨糖咩係？唔講外糖唔會呢。我覺得啦，我個人。像鴨嘅咁樣啊，係奶煮啊。係係奶煮。好，你睇師傅出動列半張鵝嘅嗬，先把骨頭，還有它皮嘅地方留下來嗬。你肉切了冇骨頭，還有留皮，它切嘅來做涼拌。好，你睇好骨頭嗬，骨頭全部水梅一溜出來嗬，骨頭溜出嗬，但是全部肉嗬，然後切悠來嗬。好。其實挑戰該都有骨頭啊，係講聚餐嘅時間，看天時得罪，估計重點飲水啫嘛，種好像緊客講，我係緊看天時。啊，你炒嘛做得啊？炒咩做得？炒從我們咩嘅烤鴨用。烤鴨幾吃？炒個提點菜嘛。提點菜。炒點辣椒味。辣椒。然後又下酒了。又下酒。好，這炒就進來啊。好。我剛剛看師傅啲切哈，我就知道講，他給胸脯可以用那種做鴨胸的做法來做鵝胸脯肉，我覺得應該也很好。也是可以，對。因為我剛剛看到嘅胸脯肉一盤哦。大白啊，看到肉眼喺處理喺頭上，我係心灌讀出由衷的佩服。用飯做在吃到安醬，日本我吃個都該改啦，豆豆面面，我爸爸就放棄了，重新買一隻，他說那農業百訓哦，給你唔得。然後把公把破公，做個雞絲飯。好，我切好咧，好切好，我弄準備一下哈，整理一下。就是涼拌的配料，係嘛？對，好。成切嘛該？酸條成好，酸條成啦。酸條嘛都切悠來啦，嗬。今邊按呢涼拌啊，主要的蘸料是什麼？蘸料，主要的醬料，醬油膏。跳膏哦，跳膏為主，老醋，老吃，老醋哦，有一點點酸甜的，因為醬油膏它甜對不對？偏甜。都比悠來，好，落去咧，好哦，直接落去啊，哦，好，嗰啲東西全部細槍嘅，細槍嘅哈，這叫嘗試。好，沙落去切的係蔥誒，蔥也是斜片之後哈。所以炝色嘅就準備蒜日韓嘅蔥啊，好蔥咧，切好咧，你要切蒜咧，好。我知道，客家料理懂厲害，比如講家師傅佢要切蒜頭米，蒜頭，你下加上啲蒜嘅蒜苗，嘅米是兩種喺無強嘅米是哦，然後還有加，唔過就可以。太家都講啊，你係酸呢，唔過加到食材底部多的時間，它就有2種不同的香氣。對，我覺得太厲害了。譬如講安尼食，譬如講最基本的，你啲加油後是煮過的菜頭飯，喺剪菜頭飯有蒜頭米，又有蒜苗就不一樣。還有最基本的像香腸，梅香油。
好，杀过来，杀过来，马街，辣椒来这位哈，那这位切细，中央切细哈，维持一致的口感，哈。凉拌啊，吃到新香料就当中嘢嘅嗬。好，來沙下來標馬街，沙來是姜麻絲，姜麻絲標下去，姜麻絲黑豆地唔怕。好，還有一點叉，唔是切哈，唔是，下去。好，還有它總是凹是厚的。好，好啦，是沙來退五個，退個等下，來退個標幾多？按用量吼，差不多半隻嘅量，半隻嘅量。四大匙差不多。四大匙哈，好，沙來標馬街，要果糖哈，果糖哦，果糖。跟你冇上來標紅糖，又放果糖。果糖它降融化比較快。哦，比較快融化。比較快融化。冇紅糖會發甜味味。係甜味味。甜味味哈，果糖，差唔多2湯匙。2湯匙。哦，還有醋，蒜絲，中央哈，差唔多2匙半到3湯匙。差不多。哦，還有，等下油添梅哈。好，先攪拌一下。油不用下去哦，等下去附着力冇按。冇按好，湯匙用嘅關冇。做得啦哈。好。先看伊米絲啦。唔可以擺冰不拉落。對，師傅，你下先冰咧，你啲東西切斷冇先冰肉，肉落去之後，幾個牛腸冇法度吸到你啲汁嘅。係慢啦，係。哦。當然啊，媽媽你喺啲屋卡，你講一啲買貴檔我冇可能，可能看到條傳統我用到是做啲買轉來，買轉像師傅安尼哈1/4啊，自家來吃。涼拌放好，還想講一傳模式體密封盒保冷，不用冰箱，它可以味道再進去一點哈。啊，我哋咧冇像吼，本來買貴價轉去嘅時間冇實體，就得用按用個變法。嘿，你來試看下，好冇？來，幫你開一好冇？好香哦。怎麼那麼香？先吃它的那個。最後的鹹酸的味道，有冇？剛好，哇，這果然是非常的有經驗，手感。好，沙來標馬街，香油哈，香油哦，哇，按多哦，辣油，辣油冇聽到，冇聽到，講辣油做得唔是標唔怕。如果標下一陣你還香哈，29元應就不用下多的。好，按用做得嘞，按你做得嘞哈。來，你看看這盤子有多大氣，夾子，哎，來。哇。我比較實際一點，像安尼啊，一般的傳統是1/2的鵝嘛，哈，安尼要幾多錢？呀，係啊1/2，560。哦，很划得來，哇，安尼做得貴不抗人生呢，哈。一半隻嘞，係啊。係啊。骨頭拆嘅，係啊。真嘅。好，農家拌好嘅鵝肉盛盤，好。來，師傅，非常大氣的，同大家講，搶大家什麼雞？招牌涼拌鵝肉。我的老天鵝啊！
望当句，不管那鸡、鸭尾、鹅尾，我一定要吃翅膀啊，还有脚啊、头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才完整。对，好可以动细呀。炙烧过后，它那个鹅油逼到那饭里面。对，哇，怎么办？我肚子好饿哦。那个是，你也是个吃货哇，懂眼，老天鹅啊。哎，殷勤好了，我刚抢你的那块鹅肉，那都排塞。做乜解有種同特別的香氣啊？加冇加乜解啊？其實加的佐料都會引你摩卡度油的呢。它吃起來有沒有？它吃起來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氣呢。嗯。師傅係因為講，因為講用的料也係將用披薩用涼拌的冇香油冇，有特別加嘛解冇？冇咧。係啊。呢是鵝油啊。啊，鵝油香啊。鵝油啦。鵝油嘅香味。對對對，鵝油。像來啊，來吃點。有的人講，哇，太多肉了，我可以加什麼蔬菜嗎？涼拌的。涼拌的，小黃瓜。哦，小黃瓜。然後那個什麼紅椒、黃椒啊、甜椒都可以啊，對。哦。也可以包着生菜吃啊。哦，走的。哦，哎，這個也蠻不錯的。嘿。用生菜包練食，我覺得一方面解膩。係咁講咧，感覺最近其實佢嘅肉質好，所以佢天然加到咧蔥薑蒜，好就當香咧，我覺得唔單淨係熱天啦，其實冷天是當好，因為它有辣椒油，要當開胃，超，這個還蠻好的。然後講，如果我煮一碗陽春麵，你按呢不用落去，可以嗎？通的嗎？湯的、乾的吧，乾的可以，乾的啦，湯的就不太適合，湯的不行，對，湯的不行。哇，那是高級乾麵。真嘅，畢竟我是吃貨，講到吃貨了咧。然後講個嗆一下，今邊有鵝肉，又有這個很新的涼拌。師傅同我講，我一票朋友跟我一樣，東好是鵝頭、鵝葉、鵝腳，可是我又覺得擺着自己吃是可以啦，可是我覺得。有一點點浪費，譬如講我嗆一下，也可以變成一道菜的話，做得做嗎？做得啦。哇，我們今天要一鵝幾吃啊？到第3吃了吧？好幾吃了。好，跟做得做乜解？鵝頭腳，經典蒜味，鵝頭翅腳。哎呦，鵝頭，你聽聽我打嗝。你講解係全部讓你變成日頭菜咧。真嘅哈，來看一下我們做。經典蒜味。鵝頭日腳，我講，今邊講起來啊，這一檔很豐咧，一張鵝哎，我們其實已經到3吃的地步了。認真講起來，一張鵝可以幾吃？某一天呢，你係冇選到煮湯哦。有啲蠻上到。係啊。譬如講，做得用炒誒。炒的啊。炒嘛。然後我剛剛講的，如果用鵝胸的話，它又是一道可以做成法式料理。炒嘛。然後。譬如講鵝頭鵝腳，譬如講啊，底杯肚的芹啊、乾啊，哇，好多哦，很厲害。不過我今天基本呢3吃，接下來這一吃啊，我太愛耶，當叫咧，我想當叫，不管係雞、鴨尾、鵝尾，我一定要吃翅膀啊，還有腳啊、頭啊，因為我覺得就是才完整。對，好可以動細呀，哈。我意思有沒有青菜青菜理由？唔過我知道鵝尾哈，鵝尾葉正經當好是還有鵝尾腳，而攏一般的，譬如講雞腳啦、鴨腳，完全冇香用，冇香啲那邊點冇。譬如說它的骨髓，譬如說它的肉質，它咬撕下來的那個快感，太厲害了。唔過。你講嘅經典嘅蒜米、鵝頭啦、鵝腳加切下來嘛，嗬。一般嚟講喺客家人嗆完下一花，你一天唔可以成種做。唔係，一榴蓮係。榴蓮，有啲人講啊，這間顏色你冇學看嘛，有啲人用蠻譬如講做啲葡萄鹹菜糖，嗬。跟住邊用蠻做咧，開始嚟做好嘛？好。
遐五头吼，嘿咱五头咧降起咧体梅咧有，讲解咧迄伊遐降起较柔啦吼，还有解乜解淋巴，嘿，有等于冇色咧，咧冇吼冇事啦吼，嘿，溜体去哈，你睇去。有时候咧头夫人吼，剁车车啦，嘿，恰恰，哎，它好 K 哎哈，像五头咧吼，对泡吼，对泡，这个对泡，要杀嘛，上来了，哇，这就是鸭舌头，鹅舌，哦，鹅舌头，对不起，鹅舌头我。的老天鹅啊！我吓到它更贵我，害我吓一跳，而且我叫好大声。然后鹅的头在上面哈，好，好，但是鹅脑很好吃哦，对，粉粉细细的哈，很香，好，先装起来。好，你看几只五头的部分哈哎，好，啊，过来这个哈，先剁两截哈，好，梅的哈，五梅哈，你底部要亮亮亮了哈，这个叫做什么它？的荷尔蒙。荷尔蒙，哎，还有这个名词叫什么囊？哎，嗯，唔記得咧。嘿，先你拿起來係嘛？係咧拿起來，因為唔敢唔敢我就會用梅頭就會解嘛。唔過有等於好食咧哦。哎，哎，好，我不是堆切熟的哈，嘿，切熟的。它的是五腳哈，叫漂亮。三支啊哈，籽的。哎，讲正经的哈，我刚刚师傅刚点醒我，他说，对啊，一只鹅也不过2只翅膀，一个头，2只脚而已，超猛。哎，好，好，先按钮哈。好，按那等它兩拍，两趴，好，就哎，那손頭哈，哎，烤的哈，可以解香梅和個辣梅哎，就出來。叫療一點些貼片無限吼。嘿，按你做得嘞，還忙哦，还嘛，手頭，好，只要換右手。好，下來做乜哎，下嘅？來咧人哈，有啲冇拉行，適量哈，所以會行。我喊，哎，你 VIP 球，嘿，好人，董事拿来帮饭吗？那冇法度幫飯。就一碗白饭，然后一直啃这个，然后扒一口饭。幫面做得嘛？啊，泡面做的，做得啦，做的，做得啦。但是要干面。哎，人伊是咧哈，是咧伊本身哈，你殺個高神哈，有養的有條人咧哈，所以冇變很多哈。好，那酒米哈就你还嘛该酒，就是一般的米酒嘛，哈。嘞，嘿，酒，哎，米好，酒，米酒下去本身的有酒米哈，好，用素，哎，咔咔啊，哎，咔啊，梅頭人會出來哈，冇而家用冰下去，冇香，嘿哎，唔可以香，唔可以香冇再冰糖酒。啊，有啲東西哈，因為做菜哈，有啲東西你要手哈，有睇溫度，啊，素温，手的溫度會影響到一道菜，哦，真的哎真的哦，會，哎，以前師傅教我的。哦，我觉得好棒。有些菜哈就一定要靠手温，它會不一樣的升華。因為從間日本嘅握壽司就係啊。鵝肉可以做握壽司，哦，鹅肉哈，可以做握壽司。我是够炙烧，哦，就是鹅肉的吗？还鹅肉的炙烧，懂这片。哎，它炙烧扣呢，刚师傅讲的就想起来，很甜色，因为它有油脂，對對，炙烧过后，那個它那个鵝油脂逼到那飯裡面。对，哇，怎么办？我肚子好饿哦。那个伞，你也是個吃貨哇，懂眼啊，老天鵝啊！哎，等下最尾要統計一下，嘿看你講叫拜老天鵝，等於輸廣告費，嘿嘛是不是？
是不是我们世杰师傅94狂？这样都是听广播来的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听我的对不对？啊。然后把捏出味道来哈。试看它味道，我试一下。试看了哈，用同时做的嘛。做的。好了。是。当下么？哦，吃的吃。做的嘛。很做的照理啊。好，也来讲再一下，用手的温度。等它没酒嘛哈，做不按下。这样是下去了哈。给米爱本来棒饭，然后一碗饭配蒜头一直吃。好，就一样哈，给它做一下泡一下。好，泡一下。因為誒生種起來係因為你係肉骨頭嘅，所以係染嘛生白落去長到咧染，所以個染會控到個骨頭地步。冇完，但係正經時都會鹹死。鹹死。重用啊，棒飯，做啲棒飯咧。然後好，你看提前擦哈。哦，不用拍。擦咧。係咁樣哈。我都講，日頭出嚟，我知道家師傅講來當蔥葉嘅充點，樹嘅溫度，唔係講當然啦，樹嘅小嘅溫度油，係咪嘅溫度？就是你在做食材對食材那種溫度，那時候當蔥葉。譬如講，我們叫切前菜，我如果用切的，老家用樹去炒，一定是有冇共用。用高麗菜用啊，係高麗菜用這種炒手撕高麗菜，用刀嚟切咧，是在挑幹是冇共用。完全冇共用。OK，好咧好咧哈，盛盤咧哈。好來。哇，這個盛盤師傅帶來哈，這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！有的人上愛會負責份做的嘛？唔好，盡量唔好。唔好。要搶米。搶米嘿，搶嘅米頭。好厲害哦！哇，好厲害哦！好，整理一下。師傅係問哦，佢一般嚟講，像唔知嘛，你家家如果是當到媽媽啲下廚啲看嚟講，誒，今日按布條河，上愛來做，我要跟我的老公，很久沒有一起2個人喝個酒了，要做這個。哎，為什麼要這種聲音呢？比如說講下廚去買，譬如講你要懂得黃昏市場，黃昏市場，知嘛？你不要一直笑，我在很努力學客家話。給我要買托鵝肉，因為你要懂得鵝肉係，譬如講我煮好，比方好，你煮好我像我這個，我唔知講我也不能試吃啊，對不對？我煮好要買托講，哎，他這個煮的鵝肉是很 OK 的。譬如講，你喺摩巴市場有雕好、煮好啊。所以看嚟睇話要講嘛吼，伊個皮嘛冇通到爛鐵，皮冇爛鐵。爛鐵嘅條面是最好睇咧，哦，伊骨頭咧，哦，你隻牛是唔會甜。你最基本嘅嘛。基本，還有佢個皮嘛吼，可以說，唔好太白。哦，不能太白。唔好太白。不能太白，要鵝肉嗰種黃黃。小發黃黃，唔好太白。如果太白吼，佢可能就嗰啲冷通仲叫你哦，照水哦，嗰個拍冇血水嘅對。肉色，係要哦，呢兩就最基本。呢個基本嚟啊，按你做得嚟，好好燙。啊，有陣時我吃到龍媽媽講去買東西嘅時間，你其實不要，有時候不要貪圖方便。講啊，佢切好要用白，當然啦，趕時間做的，盡量就買可以自己回來處理的，莫講麻煩。像住處，龍安你講，要搶睇下什麼雞？經典蒜味鵝頭翅腳，來喲。膠質攤下度，嚇，佢叫要斜斜，
我叫你，你冇拿走。董秀恩娘哦，师傅，你要帮我们服务吗？哎呀，好来，好事的嘛该服务，来都好生。都好事哈。哎，尽量不要让我觉得我的老天鹅啊。好，谢谢沈萌。这个好事咯。哇，啊，伊太了解我了。我叫。叫哈。我老多讲，这一下的天天，你是唔会落去，佢全部落去的呢。可能因为你多嘅关系哦，它的酱汁啊、酸味全部滴下位骨头了里边都落去的，而且这个好适合懂事蛤蟆干什么？情侣不出门，拿出地方卡，看天养、看天丝，还有嘛该很久很久没有碰面，很忙很忙很忙的好朋友们，有冇？完了，老不能再咬下去，因为再咬下去我就要啤酒。你爱是咧係鵝腳，全鵝腳啊吼，呢個咧係當然佢咬起來嘅感覺，那鴨腳冇強用係因為佢係混，吼，所以我吃到那個膠質慳下多，吼，佢叫要切切，我叫矮，你冇拿走。嘅鵝腳看起來吼，當有硬。唔可以講像是鴨腳啊，只是啃骨頭這樣。食得到它的膠質的那個感覺。冇想到吼，安尼鵝頭啊、鵝腳做的安尼色，然後變成一道我覺得很經典的菜，太厲害了吼！師傅什麼嘢呢？有想好冇？按布頭愛食乜嘅？你係講佢夾親朋友，夾喺食飯吃一間有名一點，不管你食鵝肉，也食乜嘅好食咧，都冇關係。係講。無限的花唔怕，啲屋卡食飯咩做得？唔過我準時收看你嘅，價格與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，張來了哦，我的老天鵝。我今天一直想老天鵝。大家好，我係永灘內嘅鵝總，係主廚鍾世傑，基本嘅歡迎來，家有好事嘅個節目，去參加今日嘅。主題鵝肉，希望睇出家今日要看到呢個節目上嘅是鵝肉做啲來用碳親愛，歡迎大家，希望你按支持。